喂，大家好，今日我哋要你拆解一個你同我度日日用，但又可能從來都冇認真審過嘅概念，就係你嘅腦裏面嘅影像。哇，聽到好似好簡單，冇咁快下定論啊！準備好未？因為哲學家 Sartre 要你徹底顛覆你嘅諗法啦。我哋即刻開始。好，我哋錄入第一部分，你嘅腦啦，並唔係一本相簿。喺呢度，我哋首先就要挑戰一個超級根深蒂固，你同我都可能覺得是理所當然嘅諗法。OK， 不如我哋一齊做個小實驗啊！試下喺埋影，真係再去想像一下，你最中意飲嗰杯嘢，可能係茶天杯冰塊撞到啲玻璃杯燈燈上嘅凍檸茶，又或者係一杯熱辣辣冒着煙嘅手沖咖啡。好，停一停，你嘅腦裏面到底睇到啲乜嘢？係咪好似有幅煽情嘅圖畫，忽然之間啪一聲咁樣浮咗出嚟？是咪？我想大部分人嘅直覺反應都是，我睇到杯凍檸茶咯，有冰，有檸檬片，黃色嘅，就好似有一張細細張嘅相咁，穩穩陣陣咁擺咗喺我個腦嘅某個角落。呢個諗法聽落好合理，完全符合我哋嘅常識，但係事情真係咁簡單？嚟啦，主角又出場啦！呢個時候，法國嘅日式兒學家沙特就肯出嚟打響一聲：喂喂喂，停！你對一直以嚟嘅諗法根本就係一個天大嘅幻覺。佢唔是同你講笑嘅啊，佢好認真咁話：我嘅呢種覺得理所當然嘅腦內相簿概念，其實係一個非常關鍵嘅哲學錯誤。而佢仲好專登咁幫呢個錯誤改咗個專用名稱。呢個就係關鍵詞啦 ，illusion dominance， 我哋可以叫佢做內在性錯覺。沙特話，我哋成日都會錯誤咁樣以為，我哋嘅意識係一個好似貨櫃咁嘅空間，然後可以將一張張嘅影像，好似一件件貨物咁放入去儲存。但佢話，你哋錯晒啦，意識根本就唔係一個物理空間，更加唔係一本俾你儲上嘅相簿。諗深一層，你就知呢個諗法有幾荒謬。諗下，如果你腦入面真係有張凍檸茶嘅相，咁邊個睇咗張相先？係咪要有一個迷你版嘅你，操晒個腦入面做觀眾 ？OK， 咁問題嚟咯，嗰個迷你你嘅腦入面係咪要再有一個咁迷你嘅人去睇佢腦入面嘅嘢呢？呢個根本就係無限碌落去啊，完全解釋唔通噶嘛。OK， 既然沙特踢爆咗我哋嘅諗法，話影相本下一張相，咁跟住點呢？影相究竟是咩嚟噶？好，我哋而家就嚟睇下沙特點樣重新定義佢。呢個部分好重要，大家要跟住你啊！好，咁呢張表就係精華所在啦。佢好清楚咁幫我哋比較咁兩樣嘢，左邊嘅感知，即係你親眼見到實物，同埋右邊嘅影像，即係你喺腦入面想象出嚟嘅嘢。你會見到佢喺適合、豐富度同埋存在呢三個方面係完全相反嘅。我哋而家逐個嚟猜字。第一點，學習。你想象下，而家你面前有個真實嘅木仔內容體，你可以行埋去睇下佢後面係點樣，你可以摸下佢嘅質感，你會不斷有新嘅發現。但係你試下喺腦裏面諗一個內容體。無論你點樣喺腦裏面將佢360度旋轉，你都絕對唔會學到任何你本身唔知道嘅嘢。你只不過係將你已有嘅知識，好似波袋咁重新組合一次啫。第二點，豐富度。你望着手上那張白紙，你以為它好簡單，誤習的。如果你用顯微鏡去看，你會發現無限的纖維、凹凸不平的紋理。現實世界的物件，它的細節是豐富到無限的。但你想象中嗰張紙呢？沙特就用了個好正的詞，話它是本質上貧乏的，意思是它只有你主動想到的夠幾個特徵，例如白色、長方形，而其他所有你沒有想到的細節是完全不存在的，是一片空白。聽到呢度，你強會覺得好奇怪。既然我哋唔可以從影相到學上新嘢，咁我哋望住腦入面個影相嗰陣，究竟做緊啲乜嘢啊？沙特有一個好得意嘅詞去形容呢種奇特嘅行為，呢個詞就係 quasi-observation， 我哋可以譯做準觀察，或者更加傳神啲叫半觀察。意思係你以為你喺度望見腦裏面嘅影像，但呢種所謂嘅觀察其實係空洞嘅，你根本唔會攝獲到任何新嘅嘢。
你好似喺度扮勁觀察，但其實只係同自己嘅知識玩嘅遊戲。呢段交剔嘅隱喻就係最好嘅總結，一針見血。影像就好似一個封閉嘅刺筒，你擺咗啲咩嘢入去，佢就有啲咩嘢，唔會多，亦都唔會少。你唔可能好似純寶咁，突然喺個影像裏面發現呢個你從來都唔知嘅驚喜。好，我哋再嚟一個小試驗，試下喺腦裏面想象一個蘋果，然後慢慢將佢旋轉。你係咪真係可以好清晰咁睇到蘋果底部佢跌嘅複雜紋理？定係你只係知道佢應該有個跌，然後將呢個知識貼咗落去個影像度？呢種感覺就係準觀察嘅體驗啦。好，嚟到試肉啦。如果影像又學冇到嘢，又本質上貧乏，咁佢究竟有咩用？搞咁多嘢為咩？沙灘嘅答案可以話係非常之反直覺，但又充滿力量。呢個就係重點中嘅重點。影相嘅真正功能，並冇係要將一件物件呈現俾你睇，而係啱啱相反。佢最重要嘅目的係要強而有力咁樣去確認呢樣嘢嘅缺失。換句就講，影相係用嚟話俾你知呢樣嘢而家此時此刻並冇喺度。喺呢度，我哋要介紹另一個關鍵詞 neon。呢個係法文，意思就係虛無、空無或者係非存在。哈迪話：當你喺腦裏面想象一樣嘢，你其實係將嗰樣嘢當作一個 neon， 一個虛無嚟進行體驗。呢個例子一講就明。當你突然之間好掛住一個去咗外國旅行嘅朋友，你個腦海裏面會浮現佢個樣。呢個影像越識去清晰，你就越強烈咁感受到一個實，佢而家唔係我身邊噶啦。個影像嘅作用就係用嚟召喚呢種強烈嘅缺失感。所以你明咪？影像原來冇係關於存在，而係關於非存在嘅。OK， 走咗咁耐，有內在性錯覺，又準觀察，又虛無。咁所以呢，搞清楚呢啲嘢啊，對我哋嘅理解有咩實際意義嘅呢？好，我哋呢個快速總結。第一，影像並不是一件嘢，而是我們意識的一個動作，一個行為。第二，這個動作只是半觀察，不會讓我們學到新知識。第三，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指向一個虛無、一個缺席的對象。所以推到最後，第四點就是想象力其實就是我們意識超越眼前現實的一種能力，是一種自由的表現，因為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同任何一個不在眼前的人事物建立起一種關係。最後，我想留低一啲問題俾大家慢慢思考。如果我哋嘅腦唔係一本商鋪，我哋嘅意識亦都唔係一個容器，咁我哋由細到大都深信不疑，成日掛喺嗰邊嘅所謂內心世界、精神空間，到底又係啲咩嘢嚟嘅呢？呢個問題可能就係沙鐵最想我哋每一個人都去思考嘅。多謝收聽。